我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对台湾做不实的指控。总统蔡英文再去到台中台肥公司视察的时阵，公开来表示讲，台湾多年以来，和国际组织排除在外，比任何人拢要较知影防歧视甲孤立的滋味。总统讲，伊要邀请谭德赛来台湾看看咧，互伊了解台湾伫国际社会防疫所做的努力。就伫全球防疫总动员的时，台湾竟然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点名攻击伊。对此，蔡英文总统有话要讲。因为疫情在这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很努力的投入那也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提供协助给其他需要的国家。I can tell you personal attacks that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re than 2-3 months. Abuses or racist comments. This attack came from Taiwan. 谭德赛日前公开透露，家己遭受台湾的辱骂、甲种族的轻视，蔡总统马上第一面册表达强烈的抗议。伊讲台湾当年被国际组织排除，比谁人拢较知影被轻视、甲孤立的感觉。但是台湾也是负起国际社会成员的责任，主动援助翠暗防疫物资，予疫情严重国家医护人员。台湾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这点从来无因为国家的只种族有差别。是因为他不了解台湾。所以我也邀请他，能够排除障碍、排除压力，能够来台湾看一看。总统强调，台湾不管是守护国民健康，或者是协助国际防疫，拢有做上大的努力。真正受到无公平待遇的，其实是台湾人民。只有台湾的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才会当更加完整。